你好，歡迎返嚟，我係619，為你聲音導航。上一集講到 Anita 喺醫院昏迷，被判定即將死亡，但係佢嘅故事最核心、最不可思議嘅部分，而家先至啱啱開始。我哋一齊進入佢嘅主觀視角，去體驗嗰段佢形容為比現實更真實嘅瀕死經歷，領悟下5個震撼啟示。第一個啟示，意識嘅擴展。昏迷後，佢發現自己嘅覺知脫離咗嗰個千瘡百孔嘅身體，佢飄到天花板，能夠360度咁睇清整個病房。佢見到醫生喺度搖頭，見到哥哥從新加坡趕返香港，風塵僕僕咁衝入病房。Anita 甚至知道佢哋心入邊嘅諗法，亦感受到每個人嘅情緒，母親嘅絕望，丈夫嘅心碎，呢啲都唔係肉眼嘅看見，而係一種全然嘅知曉。第二個啟示，無條件嘅愛。跟住落嚟，佢被一種無法用言語形容溫暖嘅金色光芒所包圍，佢感受到一種極致嘅愛。呢種愛冇任何批判，冇任何條件。喺呢種愛入面，佢一生所有嘅自卑、恐懼、對自己嘅苛責，瞬間被融化、被接納。喺嗰一刻， Anita 突然明白，咁樣先至係佢真正嘅本質。第三個啟示，同已故親人嘅連結。喺呢個狀態當中，佢遇到已經逝世多年嘅父親，同一位因為癌症而過世嘅好朋友。佢哋之間溝通唔需要言語，而係利用意念直接傳遞。父親傳達俾佢嘅係一種深沉嘅安穩，彷彿喺度講：女兒，一切安好，唔需要害怕。第四個啟示，疾病嘅根源。就喺呢個全然嘅覺知裏面， Anita 突然睇清楚自己點解會得到癌症。佢領悟到呢個並唔係懲罰，而係佢長期以嚟唔夠愛自己嘅結果。佢過度討好他人，抑壓真實感受，活喺巨大嘅恐懼當中。佢恐懼令別人失望，恐懼自己唔夠好。呢種持續嘅能量阻塞，最終喺身體最脆弱嘅部分演化成癌症。第5個啟示，選擇嘅權力。最後佢面臨一個選擇，走向光，永遠留喺嗰個無比嘅寧靜當中，又或係返返去嗰個痛苦嘅身體入面。當時一個清晰嘅訊息傳嚟，如果佢選擇帶住呢刻知道自己嘅本質，知道自己無條件咁被愛，呢個覺悟返嚟，佢嘅身體將會快速痊癒。選擇並唔係出於恐懼或者責任，而係出於一種明確嘅知曉與及愛。Anita 選擇返返嚟，就喺決定嘅瞬間，佢嘅意識立即返到病房，而接落嚟發生嘅事就令所有在場嘅醫護人員都目定口呆。Anita 器官嘅功能開始以驚人速度恢復，大如檸檬嘅腫瘤亦喺短短數日急速縮細。一個被現代醫學判定無法治癒嘅末期癌症患者，點樣喺一夜之間踏上康復之路？背後有冇科學能夠解釋嘅線索？下一集再講。如果你鍾意我為你聲音導航，歡迎你留言、讚好、訂閱、分享。我係619，約定你。